今天是2005年11月6号，藏文课是第59次。咱们先复习上一次课的，翻到144页。Emma， 我擦切的。Emma， 我擦切的。月热戳。月热戳。金巴亲别 Emma 好。金巴亲别 Emma 好。地大季切借持。地大季切借持。 Emma 好。Emma 好。我一哈塞登堂登巴拉。我一哈塞登堂登巴拉。强求生登给不图马伊。强求生登给不图马伊。罗那尼盖尔。罗那尼盖尔。地当切巴尔狗。地当切巴尔狗。给嘛给包人包切。给嘛给包人包切。帮东外买牙。帮东外买牙。三拉上。三拉上。给嘛给后。给嘛给后。陈亲却给结。陈亲却给结。给后让他都爱均买多。给后让他都爱均买多。给嘛父母。给嘛父母。也给嘎啦云。也给嘎啦云。咸玉米爱让了。咸玉米爱让了。嘎瓦那米。嘎瓦那米。马麦却宁结巴拉塞儿。马麦却宁结巴拉塞儿。米我啊民族。米我啊民族。扎家给。扎家给。扎乃松其实吨背。扎乃松其实吨背。他达让西那嘎瓦拉桑。他达让西那嘎瓦拉桑。参托塔度五行的。参托塔度五行的。拉玛行呢。拉玛行呢。嘎军忙包送行。嘎军忙包送行。斜贴东的吨背。斜贴东的吨背。沙拉听那嘎瓦拉娘。沙拉听那嘎瓦拉娘。该也克南叠记。该也克南叠记。米特克你台湾女婿。米特克你台湾女婿。打给松湾桥谢色儿。打给松湾桥谢色儿。给包提云丹糖餐。给包提云丹糖餐。南巴地酒糖丹呐。南巴地酒糖丹呐。给包出啦。给包出啦。王古吉结果。王古吉结果。我那开让地儿。我那开让地儿。中赛季休息。中赛季休息。俺他达让红给。俺他达让红给。人不切地大你。人不切地大你。寄养人穷给。寄养人穷给。马连吉。马连吉。提亲乐给。提亲乐给。确帮他们借。确帮当借。得给拼松错吧。得给拼松错吧。唐登巴尔狗吉。唐登巴尔狗吉。提可那猪巴尔狗吉。提可那猪巴尔狗吉。诺尔布地一心给诺尔布人包切。诺尔布地一心给诺尔布人包切。阴阳大那。阴阳大那。打南卡拉普尔狗吉。打南卡拉普尔狗吉。他地囊了。他地囊了。出小堂。出小堂。体内。体内。就强求三八提。就强求三八提。就处南提儿吃的。就处南提儿吃的。
马灭白骆驼拉带呢，马灭白骆驼拉带呢，他所堂前，他所堂前，阿妈阿妈，去听地呢，去听地呢，迷茫包细读，对他。好，这节课咱们再来它4页啊，可能任务我估计比较轻松。翻过来，第9章助词。为什么说任务轻松呢？实际上这全都学过，就是又从另一个角度呢，把它叫做助词。来，实际上这些在其他什么格助词什么里头全都出现过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就是从另一个角度，就是说它在这里头叫助词。咱们来看这个，但是这些也很重要，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概念，藏文里头它的助词是什么意思？它跟汉语里头是小有不同。咱们来看藏文的助词的种类。助词按义和功能可分4类。第一类叫结构助词。结构助词其实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格助词。一共不是有这个8个格嘛？格助词。咱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结构助词。这个咱们来看啊，什么叫结构助词？第一个是什么呢？ki、ki、ki、i。啊，可不一不啊，那个读一下也行。ki、ki、ki、i。最后那个的前头也是i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属格的助词，对吧？加上它就是说谁谁的，就是汉语的的字儿。这就是格助词嘛。然后那咱们再读一下 ki、ki、ki、i。下边一个呢是 ki、ki、i。这个就是前边的属格呢又加一个仨，这就变成了句格，对吧？属格加仨就变成了句格。句格呢，你看他说那个属格就是的，句格是什么呀？就是用它来做什么？背这个东西。你看他那个背用前边是一个仨，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加个仨，这个一个杠一个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出现前边这个属格，直接给那个单词加个仨，有这种情况，它就变成句格。那个前边的前边那个阿 k 故意也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不出现这个前边这些格助词，直接给那个单词加个阿 k 故意，这样的话也是的，它这是其中的一个形式。给那个单词直接加个仨，或者是在单词外边加一个音节，就加一个这个属格加个仨，就变成了句格。就是被这个带仨的这个东西来左右，被它来这个怎么着，就是这个东西是发出动作的，或者是用它来做什么。句格现象都知道，咱们就是过一遍啊，这个也很有好处。拉类助词呢，这个格助词呢用的很多，好3、4个格都是用拉。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？是对着谁，向谁。再一个说在它里头，在它上边，这是它2个最基本的含义。然后拿也是在什么里面，这个比较单纯一些。后边这个都、图、苏、如、然，这个然就是有的那个单词呢不出现这个都图什么这些东西，直接在单上加个然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也是那个拉的变种。就是那个拉呢可以写成这些形式，它的意义跟那个拉你看像在完全一样。就是拉军它有很多变化的形式，这些都是它变化出来的。你看这样可以把这个格助词的关系再复习一下，意义都是一样的。下边一个雷，这个雷呢，它这个如果单词的意思是业，就是工作事情，造业。这个如果要是格助词呢，虚词的话呢，主要是2个作用，一个是雷是从这个里头弄出来，第二个是比较，比谁呢？比前边那个，后边的东西比前边的那个好啊坏啊什么，前边是被比较者，这么雷，这样2个意义。
乃乃乃就是一个意，就是从，哎，从什么就是从格，它在这个格助词里头它是从格，它做那个就是之后啊什么哈，那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意义了。最后一个是堂，堂是单词，就是意义就是同跟，就是和，哎，跟谁怎么着？这个他这儿呢，把它作为一个助词，就是而且还是藏文里头很重要一个助词。它后边举这个2页半的例子，全是这个堂，也就是说，咱们就熟悉熟悉它的用的这个用法就行了。哎，没有连词吗？在藏文中它没有。这就是连词啊，堂就是个连词，谁和谁。我就是那连词跟助词是怎么区分的？就有没有单独的连词类一个类？有，它有连词概念。最后一章是辅句喻连词。好，那咱们到那再说。咱们就先按它这个教材这么来。整个这个你看这个结构助词就是一些格助词，哎，就是一些格助词。这个第二类叫时态助词，就是表示是现在、过去还是未来，表示时态的。表示时态它有几种方法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用一个动词呢给虚词化，像这个做、且、恰、且、缺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做事情的做。这个做呢，它给虚词化，就是有时候啊，在前面有一个动词，后边又加上这个就变成了助词。助也可以说是助动词。这个助动词的意思呢，就失去了这个做的意义，就是完全为表示时态。它这个后边这个还写一个表自主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且是个自主动词，就是说是由主语发出，哎，做什么事情，有这个有做的对象的。它这个表自主，这是个自主动词，这个不管它啊。有了这几个，它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前边有一个动词，再加上它，就表示时态。如果前边动词加上且，第一个就是现在时；如果加上第二个就是未来时；如果加第三个就是表示过去时；如果加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表示命令式，命令他做什么，哎，请他做什么，让对方做什么。所以他就这个词就做助词的时候，就是它前边有一个动词，后边来了个助动词，它就完全虚化，就不含做的意思了，就表示时态。下边还有一个表不自主的这个动词，就是什么呢？用这个变化，比如，哎，两个读音都一样。这个呢，它本意是变化，哎，变化成什么，变为什么，哎，变化。这个它呢是个不自主动词。这个不自主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主语啊自己的动作，不涉及别人，就是主语自己发生了变化，不是说我让一个东西发生变化，那叫自主动词。不自主就是说是自己，哎，本身发生了变化。这个它的时态意义是这样，就是第一个呢是现在时，哎，第二个是过去时。第一个表示现在时态，第二个过去时就是过去时态。它就是跟第一，它也是虚词化，就是变化的意义已经没有了，就是表示时态。表示时态这个跟那个且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这个表不自主，就是说是这个主语啊自己发生了变化。哎，下边再看一个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긴 인这是一组什么动词呢？这是表示现在时的动词。这个动词怎么来的呢？你看啊，它就是那个第一类结构助词那4个这个叫属格是吧？的，给它加一个拿，就变成了正在。咱们最熟悉的呢就是这个最后一个in，这个in最主要意思是是啊，但是它呢是表示现在式，表示正在做什么。前边这仨呢也是把那个属格加上个拿，就变成了这个正在做什么。这个呢咱们在那个句子里头啊出现不是特别频繁，咱们在这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属格加个拿就变成了正在做什么，前边也出现过。哎，
但是有可能呢，咱们没有这么明确说的这个概念，这样咱们就知道了，属个加个拿就变成了正在做什么。下边一个窘，穷，哎，穷是什么呢？是出现升起，哎，在这儿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，它前面再放一个动词，它就变成了助词，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出现了，哎，这个来了，窘出现有来的意思，哎，出现有来的意思，来了表示过去时，哎，表示过去时就没有出现来的意思了，就表示过去时。下边看再一个松是走的过去时，走了，哎，它也表示这个过去时，就是完成了，就主要就表示这个了，就咱们汉语这个了字儿，就是完成了，做完了。这个说呢，松跟穷有什么区别呢？松是往远处去了，这个穷呢有往这边来了，出现了。这个松呢是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哎，它俩有这么一个这个意义上的区别。最后仨，寅、月、笃。寅是月是有，笃也是有存在，哎，这三个呢就是这个表示现在时，哎，就是这个就是表示这个现在有，现在是，现在存在。这是时态的表示方法。下边一个数量助词，nam、塔、错，这三个呢就是表示复数，就是表示什么门。哎，下边一组，索、拉索吧，表示等，就是这个话我没说完，这相当于咱们那个等或者省略号。下边一个藏。咱们说过是仅指为一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大概大约，哎，就是给模糊化一下啊，大概吧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哎，大约，这就是在数量方面的意义，就是大约，就是给模糊化一下。就这个代表一切，全部，所有，哎，总的，这是数量助词。最后一种助词呢是叫比拟助词，就是行、单、的不，哎，就是像什么什么一样，哎，好像什么什么一样，就像什么一样，哎，很简单，这些咱们都见过。这是它的这个助词，分了这么4类。咱们下边再看它的详细解释。先解释第一种叫结构助词。咱们看啊，结构助词主要是格助词，哎，实际上咱们前面都学过，它们附着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后边，共同构成句子中的除谓语以外的各种成分，表达语法意。为什么除谓语以外呢？如果它们在这个谓语后边啊，它就不叫这个助词了。一会儿咱们不是一会儿了，我看啊，哎，这是这个后边呢会讲到，咱们就就是说，除了动词、除了谓语之外，哎，这个格助词呢，可以表示这些静态的吧，就主语、宾语、什么状语这些。咱们来看它的详细解说啊。第一个，属格助词，也就是说的属格助词的等，构成定语，表领有或修饰者。什么叫领有呢？就是说这是谁谁谁的。什么叫修饰呢？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是红色的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好的，哎，就是的意思。下边再翻过来2，句格助词加上那个属格再加个撒 ，p， 构成主语或状语。主语就是什么呢？由它来做什么，哎，状语是什么？就是以什么方式，用什么方法来做，用什么方式来做，这是状语。表施动者，主语就是施动者。或工具和原因，要是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用这种方法，用这种工具，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是由于这种原因，所以这个句格经常成原因句。第3是拉类助词，拉丁。拉类助词这个构成什么呢？构成主语，表事物存在的处所或领有者，就是
比如说我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要我，然后后边加拉，在我这里有什么？比如说国王有一个女儿，那个国王就要加拉，在国王那里有个女儿，它是这样构成主语。然后后边比较大量，构成状语，表动作趋向的方位处所，这是最常见的。拉呢，最主要就是表示方位处所。方位向着谁，向着什么方向，我向着你说话，我对着你做事儿。处所，我在哪里做事儿，我在什么上边做事儿，我在什么里面做事儿，这两个是最经常用的。或者呢，感情心理活动涉及的对象，这个呢就是不如上边那个常见，但是呢它是拉类助词，是这个感情心理活动涉及的对象。也可表动作的间接受事目的，就是表目的从句啊。还有这个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做一件什么事儿，我是为谁做的这件事儿，那个呢可以加拉。间接受事者，我给谁比如说我给谁钱，我直接受事，直接这个宾语是钱，我给谁，那就是叫间接受事，就是说我给谁，带一个拉，我给他。还能表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。构成补语，表动作的结果，就是说拉类这个助词呢，可以表这个补语，就是说做的怎么样，表动作的结果。拉类助词啊，是使用最广泛的，那个意义也比较这个就是多。他这都给你标了，说你哪个呢可以参看第几章，就是在那个地方都讲过。所以他这儿呢，连那个什么，连例句他也不举了，因为那个都讲过，所以就不举了。再看一个4，从格助词，就是从什么里头，一个是哪，一个是来，它呢构成状语，表达什么呢？事物的来源或出处，还表起点，从什么地方起，反正是从什么里头出来，还表被比较者。方式、状态、材料、根据，后边这个方式、状态、材料的根据意义都是从那个从来的。你比如说材料，从这些东西里头做出那个东西来；根据从这个里头做根据引出来；状态从这个状态下，在这个状态下，从这种方式中，在这个方式下来做，都有从格的意义，所以都可以从它那个本身的意义来引申出来。最后一种就是这个堂，助词堂构成状语，修饰什么呢？含有相互意的动词，就是说有一些动词啊，它必须是两个东西互相做，就是有相互意义。你比如说见面你必须有两个人或者两个主体呢，他们俩相互见了，这一类的动词呢都要带堂，就是谁跟谁见你得交代清楚。谁跟谁见就是谁躺谁，就是这个和的意思，表相互动作中相对的另一方，一般就是躺前边那个是被带的那个，就是和他，主要的和躺前边的那个，另一方指的躺前边的那个。常用的含有相互意的动词有，你看他比较重视这个。所以呢，下边的例句全部都是堂。咱们来这个这节课主要就是这个任务。他举的这个相互意的动词有什么呢？一个是 to， 解 to 是遇到、碰到。呢也是相遇、相见。这个解也是见面。都是碰到见面什么这一类的词。to 好像有点我干什么去了，碰到有点这个意义。呢好像就不太分这个我见他，就是俩人遇见了，见面了，相见了。结是敬语，是这个去见那个比较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有区别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有两方，所以呢这个动词要带堂。谁躺谁，谁跟谁见面。再看下边一个窄，这个呢是相分离，就是说两个东西啊分开
前边那个是相遇，是合起来见面相会，后边这个呢是两个东西本来在一块儿，把它给分开，哎，然后是拆，这个是使分离，哎，这个周老师让在这个使后边加一个字儿，使相分离，就是前边那个相分离，使两个东西互相分离，它加一个相字儿，这个那就是说前边那个是不自主动词，后边这是自主动词，后边这个拆，咱们也可这个拆也可以跟那个汉语的拆，哎，把它就是后边这个呀是一个主语，它去把另外两个东西给拆开、拆散，哎，拆，所以它是使分离。前边这个呢是不自主动词，是主语相分离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班同学毕业了，我们拆，我们相分离了，是自己，不是别的东西让他们分离，是自己分离了。比如说石头，经过常年风化，都散了，是自己的散了，分离了。后边这个拆就是拆散，这个分开，基本意思就分离就是分开嘛，撕破，抛弃，离间，都是它的意义。就是你使分离给人家说离间语，这也是使分离，它这个意义就比较这个丰富一些。下边一个着，这个戳包是这个朋友名词，如果不要那个词尾，就是光这个着，比如说戳吧，这就成了动词。动词就是什么？交朋友，交朋友的交朋友你也得两个主体以上才能交朋友，所以也要糖，也要带糖。下边一个宅，这是相混，就是这个宅呢把后边那个仨去掉，带上仨就成了过去式了，把这个仨去掉。现在他写的都是这个现在时，都是原形，把后边那个仨去掉。这是把两个东西或者几个东西给这个混在一块儿啊。然后后边这个均是一致相符合，什么跟什么相符合，就是本身我跟谁一致，这个也是要两个以上，谁跟谁相符，谁跟谁一致，也要这个糖。后边是均，这个是使相符，这就是主动动词。后边这个自主动词就是主语主动的来使什么相符，前边这个就是本身我跟谁一致。下边这个改相违，就是说跟这个呀相反，跟它相违背，他往东我往西，两个东西相违。下边这个杂相似，就跟它相像。冲相同，这个不是相似，是完全一样。最后一个是开灭，如果作为双音节词就开灭，如果单音节词如果作为两个单音节读，应该是开灭，到时候你看在句子里头这个怎么读方便就怎么读。开是什么呢？是差别，开班是差别，这个也就是说差异，没有差别就是无异，就是相同，没有差别。好，谁跟谁没有差别也要带糖。下边所有的例句全是糖，咱们就来这个学些单词，然后再熟悉这个糖的用法啊。下边第一句说爱去让给lun包，爱去让给lun包，我的七是外，囊是内，内外皮的大臣，我的内外大臣。汉语说内外，先说内后说外，藏语呢先说外后说内。
不过这个咱们就不知道，要以人家的思维方式呢，有可能人家是后边为主，是吧？你看他谁躺谁吧，他是躺谁那个和谁那个附属的那个在前头，所以他有时候他这个可能人家说的这个七囊，可能人家感觉上呢就是内外，对吧？包括贫富也是富贫。对，可能人家的那个思维方式有一些组词呢，人家就是后边那个是根儿，前边那个是尾，他有可能是这种思维方式。但是不管怎么着呢，你汉语译的时候就给它照过来就行了。我的内外大臣，内大臣一般应该是比较亲近的大臣哈，外大臣就是比较一般的大臣，内外大臣。然后后边啊，铁棒nam，铁是藏地，棒是老百姓，nam是门，藏地的老百姓们，这个他这儿呢中间没有这个唐，没有连词，那就是并列语。我的内外大臣，藏地的老百姓们，就并列语。后边我给包松赞干包，我给包松赞干包，我国王松赞干布，这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娶了这个唐朝文成公主的那个藏王，这个国王叫松赞干布。松是正直，赞是严厉，干布是这个深沉，就是我们现在说那个玩深沉，那个深沉就是心思深远，这个深谋远虑啊，深沉。深沉这个词很有意思，不带这个包，光那个杆呢是箱子的意思。这个箱子里头啊，你搞不清里头都装了什么东西啊，看不见，就比较深沉，可以用这些词来这个联系着来记单词啊。这个松赞干布就是这么一个，你就自己去体会去吧，又正直又严厉，这个又深沉又这个伟大，反正就这个好词了啊。我松赞干布王，然后后边看啊，唐杰瓦日迭多，唐就是和谁呢？和我松赞干布王，他是被和的那个，和松赞干布王，和他干什么呢？结瓦就是见面，和他见面。见面后边呢加个然，是后边就是又一个动词叫迭，迭是什么呢？想欲希望，希望什么呢？在然的这然就是个拉丁，希望什么内容在前头，希望见面就要带唐，你看这就是唐的用法。希望和谁见面呢？和我松赞干布王。说我的内外大臣和藏地的百姓呢，希望和我松赞干布王见面啊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后边啊，Serdu onge， 是说我这个老百姓们啊，说后边还有说后边又一个拉丁，图是拉丁的这个一个变形嘛，又一个拉丁，后边什么 on 是它基本原意是来， on 是往自己这方向来，在这个地方呢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个会，将会，代表将会，这个来这个地方就不是来的意思了，是将会。后边这个 key 咱们说过，属格放在最后是什么呢？放在最后或者句子的中间，它后边又没有带东西，是什么呢？是肯定的意思。说肯定会，肯定会干什么呢？看拉丁前头，肯定会说，就是说藏地的老百姓跟内外大臣呐，将来
一定会说什么呢？说我们想跟松赞干布王见面。他这个呀，可能是他松赞干布王这个圆寂之后啊留下的遗书，可能是那个里头说的话。这个不是说松赞干布王跟2个公主都引到那个观音像里头了哈，走了，然后他留遗书，就是说遗书上说呢，将来人们呢肯定会说我们想见松赞干布王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说那怎么办呢？下边来看啊，哪趟这边对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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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这慢慢咱们这思维就调过来，和我，你堂就直接读和我见面，和我见面，然后呢，对想，然后最后是拿是如果想和我见面的话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将来肯定人们呢说我们想见松赞干布王，然后他后边就说了，如果想和我见面的话。后边啊，他把见热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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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把圣者，见热是眼睛的敬语，西是看的敬语，眼睛看，圣者眼睛看是谁呢？就是这个观音，观世音，这个实际上藏文里头后边还有，咱们学心经学了，汪丘是自在，汪丘，汪是权力，丘是富裕，权力富足，那就是自在嘛。观自在，藏文里头是译的那个从梵文译的很准确，所以呢是圣者观自在。他这儿呢就是简化，就跟咱们似的，观世音菩萨，平常就观音，2字就完了，他简化一下。拉就是对着观音，对着观音干什么呢？薛瓦托布吉，薛瓦托布吉，薛瓦托布吉，薛瓦托布吉。动词后边的词尾就读轻声，是薛瓦托布吉，薛瓦托布吉，薛瓦托布吉。薛是请求报告，向这个上人上级请求报告，托本来的意思是这个获得，薛瓦托组成一个词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叫祈请发愿，就是叫请求获得，这2个词一合起来就是叫它下边你看那个最右下角祈请发愿，就是在那儿这个咱们也明白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向着圣者呢祈请发愿，这就是一个词组。即就是命令式，就是起始式，说如果谁想跟我见面的话呢，你就对着圣观音祈请发愿吧。对着圣观音怎么祈请发愿呢？那实际上就是隐含的意思，就是对着圣观音的像，你们到观音像前头祈请发愿吧。就是你们想见我的话，你们就去求观音吧。然后最后一句啊，牙堂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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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堂开没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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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连起来读一下试试啊。牙堂拆吧，堂开没到，牙堂拆吧，堂开没到，牙堂拆吧，堂开没到，牙堂拆吧，堂开没到。咱们来翻译啊，和我见面，这没问题了啊。然后后边又一个堂，就是又一个和，说和我见面开没到，没有区别。就是说你到观音像前头去祈请发愿的，这就和跟我见面呢没有区别，就跟和我见面一样。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跟我见面肯定是要说点什么话哈，
或者想说什么话，或者想求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到观音像前头去求，就跟求我一样，就跟我见面一样。实际上隐含的意思就是告诉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以后想见我呢，你就到观音前头跟见我一样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个堂，这个没了这个堂不行，这个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动词它要求堂谁，它就是要堂个东西，堂这个堂个人，要和谁见面，和谁一样，和谁不一样，所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语法呢也不用这个，咱们就熟悉这个句子就行了。咱们来读一读这个句子啊。爱妻囊给卵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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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缺棒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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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俺给包松赞干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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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堂结娃儿对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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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옹기， 12 옹기， 12 옹기， 俺堂菜班儿对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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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把见热西啦，学娃托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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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俺堂菜吧堂开没多，俺堂菜吧堂开没多，俺堂菜吧堂开没多。俺堂菜吧堂开没多。好，完了一个句子。三女来把儿修那样，三女来把儿修那样，三女来把儿修那样。三女来把儿修那样。三是金子，女是银子。这个女注意是读高调平声，因为这个啊是鼻音，它的上边或者前边一有东西啊，就要读高调。所以是三女，不光是双音节它读高调，它本身就读高调。雷巴儿，雷巴雷索雷索就是好，雷巴儿就是好，很好的啊。这变成这个就是状语了，很好地，加那个啦就是拉宾就变成状语了。以这种方式干什么呢？修是什么呢？修是融化、消化。如果我们人吃了东西，就是到胃里就是消化。如果外在的东西，比如说熬这个铁水啊，这是熬金银，把金银融化，融化。拿是拿羊，这是一个词组。如果咱们那个就是不按词组来理解呢，就是说如果也，这儿它变成词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那样，但是也不行，虽然但是变成这个拿羊是一合起来就变成了虽然但是。你也可以从它本意引申出来说，如果那样你也不行，就是说虽然但是这个意思。前面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？虽然金银很好的融化了，虽然金银很好的融化了，就是你加高温之后呢，金银都能够融化成水儿。下边看啊，虽然这样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每趟柴那撒瓦尔根儿，每趟柴那撒瓦尔根儿，每趟柴那撒瓦尔根儿，每趟柴那撒瓦尔根儿。这个我可能那个撒，我看也可以。煤是火，糖是合火，跟火，跟火做什么动作呢？柴是分离。前边那个出现的时候，它的现在时是带着耳蜗的，现在把耳蜗去掉了，就是它的过去时，就是分开了。如果跟火分开完了，
分开了，会怎么样呢？撒瓦是什么呢？是硬，撒就是硬，坚硬，牢固，坚实扎实，反正它还可以引出这个抽象意义来，比如说这个人什么功底很扎实、很硬啊、很牢固，也可以用这个硬，基本含义就是硬、坚硬。这个撒瓦是怎么着？比如就变成硬的，哎，也会变成硬的。就是说，你那个金子熔点很高了，你已经都化成水了，融化的很好的金银，你离开了火呢，它也会变硬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这个你离这个你金银想这个就是融化的好，你必须得有火，哎，离了火就不行了。虽然它能够融化的很好，但是一离了火呢，它就变硬了。糖不用讲了啊，咱们读一读。三女来边儿学那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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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趟柴那3碗狗儿，每趟柴那3碗狗儿，每趟柴那3碗狗儿。每趟柴那3碗狗儿。再来一句，打一破败强压的，打一破败强压给，打一破败强压的，打一破败强压给。打是箭，射箭的箭，一是竖格加上仨变成句格，用箭，哎，被箭、由箭、因为箭。被箭干什么呢？破吧，破是射中，就是你打枪啊、射箭啊，射中了，破吧，射中什么？被箭射中的什么呢？抢压，抢本来是北，东南西北的北，压就是牦牛，压是牦牛，抢压就是野牦牛，哎，抢压北牛就是野牦牛。然后呢，被箭射中的野牦牛后边又加一个句格，提议又加一个句格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牦牛又当了一个主语，他要做事，他要做动作了，哎，他要做动作了。他做什么动作呢？看后边这个，恁把锁汤拆了对，恁把锁汤拆了对，恁把锁汤拆了对。恁把锁汤拆了对。恁把是猎人，如果动词就是打猎，如果名词就是猎人。哎，锁是生命，汤是和后边啊，拆咱们说了就是汉文的拆开、拆散、分开。说这个野牦牛受了被箭射中的野牦牛，它做什么呢？它拆开什么呢？和命拆开。把谁的和命拆开呢？把猎人呐和生命分开，就是他能要那个猎人的命。哎，受了伤的牦牛呢，比那个不受伤的牦牛那个爆发出来的力量不能比，哎，那就是一看你射的我，所以这个受了伤的野兽是这个力量非常大，要他的命，哎，把这个猎人的命把猎人跟命分开。这后边还没完，拉对，就是对是看的命令式，你看什么呢？看拉，看前头，哎，看的东西带拉，你看，就是提醒人，你看受了伤的牦牛啊，能要你命啊，这个说这么一个谚语吧。好，清楚了，咱们读一遍就完了啊。打一破败强压给，打一破败强压给，打一破败强压给，打一破败强压给。恁把锁汤拆了对，恁把锁汤拆了对，恁把锁汤拆了对。恁把锁汤拆了对。好，休息。